各位好，我是陪着大家走过数十年医疗岁月的老医生。今天我想跟各位聊一个可能让你觉得有些意外，甚至会打破你多年认知的观点。在大家的印象中，鸡蛋是营养之王，是每天早餐的必备品，对吧？但我今天必须很诚实，甚至带着一点担心地告诉你，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鸡蛋。我这番话并不是对所有人说的，我是在对特定的一群人说。如果你每天早上习惯吃2颗水煮蛋，觉得这就是健康，但你的身体却已经在悄悄发出某些讯号，那么这颗蛋对你来说可能不是营养，而是加重负担的负担。想象一下，你每天坐在餐桌前，看着热腾腾的鸡蛋，却不知道它正与你体内的某种环境发生剧烈的反应。几分钟后，我会详细告诉你，你是否属于这群必须严格限制摄取的人。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这不只是为了频道，更是为了让我们能持续把这些可能救命的资讯传递更多像你一样关心健康的人。现在让我们回归正题，看看为什么你的早餐可能需要做个巨大的调整。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我想请各位把我们的血液想象成在路上行驶的汽车，而血管就是这些车辆必须经过的道路。在一个健康的年轻人体内，道路是宽敞且平滑的，交通顺畅无阻。但随着年龄增长或者生活习惯的累积，有些人的血管道路开始老化、堆积、垃圾，甚至出现了裂缝。这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谁才是那群需要特别警惕的人呢？请各位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你的血压是否长期偏高？医生是否提过你的血脂、胆固醇超标？或者你是否曾经因为心血管阻塞而在体内放置过支架？甚至你是否常感到手脚冰冷，体力大不如前？这可能都是血液循环不佳的指兆。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项情况，那么这条血管道路就已经不再是当初那样坚固耐用了。这时候，任何一点微小的负担都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瘫痪，也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心梗或中风。当医师叮嘱你要注意饮食时，他其实是在提醒你，你的道路已经承受不起过重的负担了。如果你的病历卡上曾经出现过这些关键词，那么今天这段影片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我们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要厘清一个事实：当身体的环境改变了，你对食物的选择也必须跟着改变。这不是鸡蛋的错，而是你的身体目前需要更精细的照料。很多人会问，医生，鸡蛋里的胆固醇不是已经被平反了吗？为什么你还叫我小心？没错，科学确实一直在进步，但我们要谈的不是胆固醇，而是一个更隐蔽的对手 TMAO 氧化三甲胺。这听起来很专业，但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说给你听，鸡蛋里含有一种丰富的营养素，叫做胆碱。这本来是好东西，对大脑有益，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问题出在你的第二个大脑肠道。当你摄取胆碱，后肠道里的某些细菌会将它代谢成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进入肝脏后会转化成 TMAO。你可以把 TMAO 想象成
一种强力胶或是粘着剂。如果你的血管本来就很健康、很平滑，这胶水可能随风而去，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如果你的血管已经受损，有发炎反应，这群由细菌制造出来的物质就会像胶水一样，把血液里的废物牢牢粘在血管壁上，加速血管硬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问题不在鸡蛋本身，而在于你的体内环境。当你的肠道细菌失衡，或者血管已经受损时，鸡蛋里的胆碱反而成了这些坏细菌制造血管垃圾的原料。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吃的清淡，吃的健康，血管却还是越堵越严重。因为当你的身体环境已经改变，原本的营养可能在转瞬间变成了毒素。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现代营养医学中非常关键的发现。当这间细菌工厂运作过度时，每一颗鸡蛋都在为这场灾难添砖加瓦。我们必须意识到，环境变了，规则就得跟着变。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很讲究品质，你可能会想，医生，那我买那种1颗几10块的有机蛋，放山鸡蛋，或者是亲戚家自己养的鸡生的蛋，是不是就安全了？我必须遗憾地告诉你，在 TMAO 这个问题面前，鸡蛋的身价高低并无差别。这就像是一根已经生锈，甚至出现细微裂缝的水管。无论你往这根管子里灌进去的是昂贵的矿泉水，还是普通的自来水，只要水压过大，或者水中含有特定的化学反应物质，这根管子最终还是会漏水，甚至爆裂。鸡蛋的品质影响的是抗生素含量或维生素含量，但它改变不了它含有大量胆碱的事实。无论这只鸡是在森林里奔跑，还是在冷气房里听音类，它产下的蛋进入你的肠道后，依然会遇到那群等待转化胆碱的细菌。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具备了产生 TMAO 的条件，那么不管是平价蛋还是天价有机蛋，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痛苦的体悟，因为我们总习惯用多花钱买好食材来换取安心感，但这次我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食物的品质，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错误的食物出现在错误的身体状态里，这才是风险的核心。不要再迷信昂贵的标签了，当你的血管需要休息时，暂时放下鸡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病人的故事，我就叫他林先生吧。林先生今年68岁，住在彰化的一个淳朴小镇。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每天早上准时去公园运动，烟酒不沾，早餐总是雷打不动的一碗麦片，配上2颗自家养的鸡蛋。他来找我时非常困惑，他说：医生，我这么注重养生味，什么我的颈动脉超音波显示堵塞越来越严重，血压也老是控制不稳。我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发现他对鸡蛋的依赖。我建议他先停掉鸡蛋3个月，换成我推荐的植物性蛋白质。起初林先生很不习惯，他觉得没有蛋，早餐就没了灵魂，但他很信任我，坚持了3个月。3个月后，他回来复诊。他惊讶地告诉我，那肿长期以来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血压数值变得非常漂亮。最重要的是，他整个人感觉轻松了很多。林先生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案例，他就像你我身边的长辈一样，勤奋善良，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某种传统健康的食物。他透过改变一个小小的早餐习惯，就换回了晚年的生活品质。这让我更加确信，医生的责任不只是开药，
更是要告诉大家如何听懂身体的语言。林先生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吃了什么神药，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正确的时间点放下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既然不能吃鸡蛋，那我们该吃什么来补充营养呢？这是我最想分享的部分。对于血管已经受损的朋友，我们的替代食物必须符合3个黄金标准。第一，蛋白质要足够；第二，不能产生 TMAO；第三，必须具有抗发炎、保护血管的功效。我的首选推荐是豆类，不管是黑豆、黄豆、鹰嘴豆还是小扁豆，豆类不仅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对于清理血管垃圾非常有帮助。与鸡蛋不同，豆类不会在肠道中被转化成那种可怕的血管胶水，反而能改善你的肠道菌丛。以下我为大家设计了3款简单、美味且保证能饱腹的新血管。守护早餐，第一款我称之为活力鹰嘴豆泥卷。你可以买现成的鹰嘴豆，蒸熟后稍微捣碎，加入1点碘橄榄油、海盐和黑胡椒，卷进全麦饼皮里。橄榄油里的地中海精华能保护你的血管内皮，而鹰嘴豆能给你持续整个早上的饱足感。第二款是五谷黑豆浆配坚果。如果你习惯流质早餐，可以用蒸熟的黑豆加上1勺综合坚果含燕麦，打成浓郁的豆浆。黑豆的花青素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帮你修理受损的血管，这比喝任何补品都管用。第3款则是彩色蔬菜炒豆腐，这是我最喜欢的替代方案。姜板豆腐捏碎，加入姜黄粉、洋葱和各种颜色的甜椒一起炒。姜黄具有极强的抗发炎能力，而豆腐的质地与炒蛋非常接近，口感丰富。这样一盘早餐不仅补足了蛋白质，更像是在帮你的血管做一次温柔的 SPA。 这些改变并不需要你花大钱，只需要你走进菜市场时多看一眼那些色彩斑斓的植物性食材。从明天早上开始，试煮把餐桌上的蛋换成这些豆类，你会发现身体的负担减轻了。这不是在剥夺你享受美食的权利，而是在邀请你换一种方式，更深情地爱护你的心脏。聊了这么多，其实我最心疼的是看到许多长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最珍贵的不再是财富，而是那份独立。能够自己走动，能够不拖累子女，能够清醒地看着孙子长大，这就是最大的福报。我今天说这些话，不是要责备你的饮食习惯，也不是要强迫你立刻变得像圣人一样，我只是希望当你下次拿起那颗鸡蛋时，能想起我今天提到的血管环境。这是一个医师对老朋友的叮咛。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一个本可以避免的小习惯，而失去那份得来不易的晚年尊严。我们这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现在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了。改变可能会有一点辛苦，但比起未来可能的病痛，这点努力真的微不足道。如果你想更系统的调整饮食，我们准备了一份7天护心早餐指南，详细记录了刚才提到的食谱与注意事项，欢迎大家点击说明栏位下载。我希望你能从明天早上就开始尝试，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身体都会感谢你的。请记得守护健康，永远不嫌晚，只要你现在就开始行动。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到这里，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强壮的心脏，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